就几岁几岁的一个城市这样子。大概每隔3到5年会，祈祷会决定说要不要让他们进城，然后他们新的建设。稍微转前面一点点，从头视拍下去，就在前面一点点。
进来。要打一下。停车场好像这里只有10台计程车而已。我没有搭过，所以我不晓得。我刚才就搭过来问他们，然后说这里只有10台。应该差不多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么需要。这里离花莲市区1个小时，还要1个小时。那你这里就比花莲的那个烘焙店还要正统，还要淳朴，还要原始。花莲有好几个，不知道你在说哪个？我知道。就是那种电视上直播的那种。对吧？那个是花莲市政府办的，但是比较偏观光。那个是花钱啊，这样是观光。那我这个是自己这个没什么理由，它怎么可能？没有，我们都有意思的。我们的这个都是有意思的，为了传承，所以。我知道，我说他这个动作没有什么内容，没什么。我们的还有补充。不是只有看这个单纯的动画，还有其他的。对。不然这个很单纯的。对，没有错，我们都有意义在，不是随便跳。你有文字吗？我们这边有文字。他现在语言看他们下午去参加，就是他们用一个那个。这么大一个这样子，然后就摇那个啤酒，就直接这样过来。你刚不是在问文字吗？没有，他讲就是用口语讲那个你们的语言，我们听不懂嘛。但是反正去就是他弄你假如跟他有什么交集的话，有一个啤酒，他只看几个最top啊一点，那个酒量啊呢，越来淋他料的。它有时候是一个看你是迎宾的一个仪式这样。要看你是看到什么。那你是属于哪一个？没有分。我们女生没有分阶级。我们女生没有分阶级。女士没有分啊。对，这都是男生。现在好像就是平常外出工作，现在回来过年这样的意思。但是我们这一点是比较实际。
非常感谢老鸨阶层的舞蹈呈现，我们的心回家，心就会自然的感动。